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5篇16节到23节，箴言23章第1节到11节，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丰盛的主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懂得节制；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会有好的生命的品质。就如同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所提到的，我们说是圣灵的果子一样。因为在更之前，保罗在18节到21节提到了一些跟圣灵违背的品格，包括了争竞、记恨、结党、纷争等等的。在今天的经文箴言23章第1节到11节教导，有一点类似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叫人不要不请自来，自动的去做上位。更明白的说，是不要有争竞的心去争大位。今天的箴言是谈到一个人的约束力了哈。就是说，你跟大人物同桌吃饭的时候，要记住他是谁。如果你的胃口大，就得约束自己，不要谗言他的佳肴美食，可能那是他的圈套。要聪明些，不要耗尽心力追求财富，钱财转瞬消失，好像长的翅膀，如老鹰飞走。不要吃吝啬人的饭，贪图他的美食。他说：来吧，请吃请喝，可是言不由衷。他在想什么，他就是什么样的人。他的态度虚伪，令人作呕。你对他说的好话也都落空。不要跟愚昧的人讲道理，因为他不会重视你明智的话。不可移动古时候的地界，侵占孤儿的田地。上主是他们有力的辩护者，他要对抗你，为他们申诉。不可欺负弱势者，这样的人会受到上帝的处罚，因为上帝是弱势者的辩护者跟保守的力量。主耶稣基督说，不要担心吃什么，因为呢，上帝是丰盛的主。就如同保罗在今天的书信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，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，他说到上帝的恩典多么的丰富啊，他的智慧和知识多么的深奥啊，谁能够解释他的决断？谁能够探测他的道路？正像圣经里面所说，谁能够知道主的心意？谁能够替他出主意？谁能够给他什么？给过他什么，使他不得不偿还？因为万物都出自他，借着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诗篇55篇16节到23节。但是我要向上帝求帮助，上帝一定会拯救我。无论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我要向他悲叹申诉，他一定会垂听。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归来。从太古掌权的上帝一定会听我，挫败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肯改变，不敬畏上帝。我从前的同伴攻击他的朋友，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他的嘴唇比奶油还要滑，心里却充满了仇恨。
他的言语比油还要柔润，其实正像一把出鞘的利剑。把重担卸给上主，他一定扶持你，他绝不会让义人失败。但是上帝啊，你要把凶徒推入死坑，你要使骗子夭折。至于我要一心来信靠你。愿丰盛慈爱上帝施恩赐福给我们，求主也透过圣灵的同在，帮助我们学习谦卑、有礼貌、不争竞，特别是懂得尊重别人，并且要知道过着节制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